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依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好，来，简单明了，扼要读。来，搁先落头吗？开头我有录啦，咱就正常开讲就好啊。我拄仔讲的迄段，我大概搁讲一下，简单大家了解一下，补充一下就好啊。我来共款甲大家拍一招，这录第二届啊。嗨，伊即落囡仔真嗨啊，嘿，伤脑筋哦。毋知你想啥，心肝无大来。无啦，袂使安尼哦。技术的问题，无字调，无注意，无注心啦。我已经67分钟啊讲。老伙仔毋是我讲的哦，老伙仔讲啊，无注心，就是安尼，无注心嘛，做啥？就是无用心，无够认真啦，做代志较粗，较凊彩，较无谨慎啦。来，无要紧，来讲重点。哦，我当讲较老长，我当平常讲较老长啊。我来共款吼，先甲大家拍个招呼啦，大家好，阿德吼，阿个三红子吼，就是最后咱拄仔。无录到的部分是伫讲啥物？就是伫讲进前，因为有朋友伫留话互我吼，甲我讲着咱进前第35集伫讲即个伫台北大稻埕录音的时阵，吼，即个有讲着讲附近有即个下海城隍庙，嘛有看到伊的即个移民的摆位，吼，过去的人的摆位安尼。那么有讲，有互我去想着讲过去其实真侪族群之间的冲突，所以像款即个江泉饼吼，就是咱讲江泉海岛拢会使吼，就是江泉饼。无共族群之间的冲突。那有朋友留话互我讲大稻埕即个所在过去毋是即个江泉饼吼，伊是31人甲东华人之间的问题。这其实我知影，但是我爱解释就是讲，其实进前是拄好联想着啦，就是讲拄好伫讲即个咱讲少年若无一解讲路边哪有幽灵讲吼，就想着即件代志。那当然就因为真侪族群之间的冲突，那以我的习惯来讲，认为讲上接出现的，上接出现其实就是咱讲江泉饼嘛，所以才会记即个咧，毋是伫讲即个大稻埕即边是江泉饼的问题，所以即个分别就是敢若讲伊误会你的讲法，当初是你嘛无甲分较清楚，你所讲的即个联想着就煞咧讲啦，无分开啦。你所讲的是讲即部分，伊家当作讲你家讲伫共南一个所在安尼啦，分别伫遮啦。你才甲大家解说一下吼，其实确实无毋对吼，伫大稻埕即个所在，老的朋友是正确的啦。本来有知影即件代志，只是讲拄好迄个选举上想着即个江泉饼的代志，顺序着讲吼。那确实过去即个所在是毋是安尼吼？艋舺甲大稻埕之间，艋舺咱讲万华，嘿啦，万华区。艋舺甲大稻埕之间过去其实是咱讲顶下交饼，就是顶交甲下交之间的即个车饼就对啊。主要是即个31人吼，3亿吼，亿就是一个外口的口下骹加一个一巴掌迄个巴吼，31吼，其实指的是3个所在啦，佫有甲东华人之间的关系吼。咱之前有讲大稻埕迄边主要就是东华人同安吼，念做东华。因迄边只要是安，就拢读做华。基本上啦吼。即个31吼，其实是即个3个所在，属于较我泉州府、较我泉乡较东的所在，吼做晋江，晋江嘛做晋邑，就是晋邑啦，就咱讲迄个3邑迄个邑，过来惠安嘛做惠邑。过来即个南安，做南邑，就是这3个所在加起来统称做31人。那早期大家汉人的移民为即个北部入来讲啊，为北部来到台湾，主要就是行即个淡水，
河尾即个所在，淡水河入来了，沿着即个淡水河来到艋舺即个所在，伫遮生活，因为你我即个淡水河，你随时会使出海做生意，对咧淡水河出海做生意，因为泉州人是以做生意为主的安尼牧业的生意，迄个时阵主要伫三叶甲东华人拢住伫遐，但三叶人家己有起家己的即个庙啊，伊的信用就是咱大真有名，即个龙山寺，艋舺龙山寺非常有名，龙山寺，对，龙山寺真有名。但是东华人甲因其实无共族群，因为过去东华其实是属于咱之前小可提起过一部分伫咧，伊当已经无东华县啊，当无东华即个所在，但过去属于厦门的一部分，还有金门的一部分，过来就是属于目前啦，伫咧中国的划分内底是即个漳州的龙海市的一部分，但是龙海市即个所在吼，有当时会互划入去即个泉州，有当时会划入去漳州。你拄好伫两个州的中，所以真为难。所以咱就知影讲，因的口口是即个泉腔带较重的漳泉南，甲正泉腔较重的即款泉府腔较无共款，所以口音无共款，腔口不同因的之间的即个族群的分别就会出来，所以三叶人甲东华人都无感觉讲咱是共一群的，三叶咱家己三个是共一群的，共一阵的东华甲咱无啥共款，所以简单分别，你若是听鹿港人讲话，甲听即个台北过去的泉腔都无共款，咱常常讲泉腔，但这两个泉腔差足济，嘛是有分别啦，差真济所以因自然就会分你我啦，到尾当然就发生即个，因为咱今日故事重点无伫遮，大家提一个就好啊，就是讲发生三叶甲东华之间的车拼，做顶下交拼当然三叶人较济，人多势众所以到尾东华拍输了，因就去到即个大稻埕迄个所在生活嘛，起好后来嘛去家己的庙啦，就是即个下海城隍庙，虽然信用嘛无啥共款，这就是特别的所在。另外伫个甲不大补充就是讲即个泉府腔泉州内底泉州府府城腔泉州的府城腔，咱讲县即个字，比如讲咱讲宜兰县、彰化县、什么县因念做关，关，敢若捌听过这关听起来足奇怪，有啦捌听过啦，差不多5分钟前你都听。毋是，我以前捌听过，无，以前捌听诶，有听过。早捌听人安尼讲，有可能。所以讲你讲我感觉无稀奇。你若有熟悉着鹿港人，过去的鹿港人应该会安尼讲。有啦，当然鹿港人可能嘛较少啊，较少安尼讲啊。所以你讲我无感觉好奇啊，因为我都捌听过啊。对，这真济咱打较毋知影，较无听过腔口过去有留落来，所以当然尽量鼓励大家家己在地腔口会使去了解看卖，因为每一个腔口拢会使即个趣味性伫哩，拢会使去表达着伊家己本身的故事。你敢若开喙本身就是故事，所以啥叫做台语话故事？台语即个话语，即个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故事，而且无共所在的台语有无共所在的故事。对，这是你有了解无？所以你只要听伊腔口，甚至你毋知伊倒遐人，大概知影讲伊过去家族是除非当你若搬过厝产，咱莫讲，咱讲伊族群来讲，伊过去的族群，大概伫什么所在，你拢会使知影。这是真趣味的所在啦。但其实我拄则伫咧无录着迄部分，就讲甲老长讲一个故事啦，要安怎分辨啦，共款一个县内敢若听伊口音就知讲伊是住到我海边还是我山边我倒位但是因为拄则拢无录着宋宏基讲你当讲较伤长，我小可会忝所以咱就甲说较短者，即部分我以后有机会再来甲大家分享啦，专门要讲即个故事，比如讲一寡甲口音有关系，甲腔口有关系，就是甲即个将转变啦，等族群冲突有关系的代志，咱才来讲安尼。所以咱今日就进入咱家己的正题，好无？即个拄则60几分钟，打剩几分钟？你等看有啊无？即摆有看有啦，有伫走啦。毋知是安尼大家无咧笑。讲无自信啦，一粒头2粒大哩。无啦，我毋知是安那，我啉者咖啡一个，等我一下。好啦，那要紧真害味啊！时间宝贵你伫啉咖啡，我讲一个笑互你听。我这还未正题，我讲，我听一个迄天看 YU， 就是 YouTube 啦迄个节目。YouTube 嘿啦 ，YouTube 内底去看，一个演艺人员达埔的，伊讲因兜拄啊绿岛佫甲一个伊有一个搭档，有2个伫配合。
去主持暗会啦，丧事、喜事、离婚的啦，统统有拢有伫主持真好笑。讲就主持人甲因遐姐们讲，你住伊直讲伊住绿岛，我讲绿岛啥上济？绿岛倒迄落年纪上，迄上济。无啦，当无啦。无啦，伊再佫另外一个迄个搭档的嘛来着甲问讲，迄个饼吼，恁绿岛遐有一个饼台吼，迄个是伊讲，迄着阮住遐啊，讲迄你大地主大地主啦。即个演艺人员讲，无啦，我甲遮好安尼，我着免出来做，我大地主啦。即说吼，这就是话语的趣味，你知？我听着笑到要死哦。笑亏了。讲大地主，讲无啦，我大地主啦，你要不大地主？差一丝音差真济。台语有写的就是安尼嘛，真趣味啦。别人的话咱无了解，就无法度去体会。这华语有一个讲法做谐音梗啦。对啦对，迄就是一个音港音，迄个港港安尼。人演艺人员就是爱找即个梗，互你迄个趣味安尼啦。后来咱就笑的无简单嘞。好，咱赶快来真情提要即个提要其实也无提要啦，但是我习惯安尼讲。就是咱顶届讲到倒位咧，即个味道酒，还有即个唐太宗李世民打扮成即个算命先生，就这样到了扒掉诶，扒落咱讲甲你扒落迄个扒，算一个都要算落，然后对即个李世民打扮成即个算命先生，无毋对，伫剧情内底非常刺激。去看表演的时阵，就去甲考劝讲，你就甲即个野鹅当作天鹅送去宫中就对。伊拍死毋肯，到尾两个咧挽起来对无？即个李世民就要甲穿伊的正式的身份讲我是当今的天，互即个味道叫非常生气，讲你也敢冒充皇帝就一喙皮甲扇落，扇落了咱就为遮开始对无？咱顶届就是甲遮结束，大家讲皇上皇拍落。味道叫即一掌扇落去了后，皇帝一时间煞硬气停伫遐像。什么代志发生啊？什么人好大胆呢？本来味道叫佫想要甲赶出去，但是李世民即声就已经回神过来，用到精神啊！万一甲即个味道叫掰开，佫塞一个互伊破伫涂骹，皇上就感觉讲，都甲呛声就对讲，伊就唱一段啦，这时阵就开始生气，愈来愈火，愈来愈多。当然咱无像咱上讲用今日要斩你，我文灭你，九族互你血流成河，尸骨堆如山。意思是讲，我毋知我讲这紧大家听有无？我是听有啦。你讲要，因为你若犯着即款欺君之罪，你定是九族的灭族之罪。恁兜人诶，我调讲念较紧，就是因为伫即段内底嘛是你像是呢，足生气，为慢愈来愈紧，愈来愈紧，愈来愈紧。会一直倒起来啦。就讲今日要斩你，我文灭你，九族互你血流成河，尸骨堆如山。伊是一直安尼，一直起来，愈打愈紧，愈打愈紧，迄个感觉就是反正足生气。就一直起来，一直起来，迄个火毋得刮到。感觉伊火愈来愈旺，愈来愈旺，迄个感觉。所以伊就大话一声讲来人啊，即个彭贤良就带几个士兵，咱就即摆就叫一声讲陛下。味道叫我听着这两个字尔。人都昏昏死死去陛下，昏昏死死去。唐太宗原本来是想要叫人甲绑起来，不过即个彭贤良就发现讲，味道叫拄好有即个拄写好的即个奏章伊就紧来甲捡起来要读互皇帝听。内底意思是讲，即个洛阳百姓民不聊生。都个逼伊爱搞出即个天鹅霸价嘛，然后就袂输讲即个伊用一个词啦，较文言就说即个叫做缘木求鱼，下水循环。缘木求鱼啊，是下水循环。无可能的代志嘛。下水循环即下水心环所以就是讲，你根本就无可能嘛，伊就无即个打台即个天鹅所以伊万般无奈，想要施官转去开豆腐店，佫拜托皇上讲看会使开仓真济无？那其实皇帝听伊安尼讲，嘛有感觉讲这确实是一个好官啦，确实是好官。当然，彭贤良就趁即个机会甲考劝，讲即个味道叫忠心耿耿，这是人才啊！甲考劝，皇上一听嘛受着感动，想讲要来去甲即个味道叫那浑浑死死坐涂骹，我要甲插起来，一个在迄落就紧，那个插起来就搀扶起来的意思。咱遮敢若会讲插，但是我捌插即个字敢若一般会写参，
咱普通是拢个甲插起来，插起来是手插落伊诶个人对，骹甲摸插起来。起来啊，对啊。但另外一款讲你甲小甲插一个，就是讲咱甲扶搀扶一个嘛有。但是我毋知即个字伊诶写法是啥物啦，只是讲咱遮会安尼讲，甲插起来。但是伊一惊我就去想着皇帝啦，一惊人一惊我就想着讲伊迄一掌，面甲打个烧烫烫拄互扇落去尔。足毋愿啊嘿，所以毋知要安创才好啊，想一下决定先回宫再讲啦，伊就离开啊，安尼。就无随做动作就对啊。拄则人去到后壁，无伫大厅诶即个美夫人因某美斗叫因某，就想讲外口安尼，一时啊吵吵闹闹，一时啊佫点叽叽，毋知是啥物代志。行出来一看讲，哎哟，安那敢若因翁都下昏倒伫咧遐，竟然讲叫厝诶人出来人斗相共，甲插起来讲，逐个就看讲伊精神过来了，一个人搁遐毋知细念，毋知念啥物物件。今日因某就竟然讲老爷啊，是我哟。即个美斗叫才小可回神，一回神就讲叫出来即个咱用做家宴，家宴就是出来管家的意思，做家宴去摕菜刀来，家己我即个手手条戳，因某就讲奇怪啊，讲你即个手都好好哟，伊就安尼甲讲，就伫遮咱若回想一下咱伫遮就开始会发现讲，咱即出戏非常介意用即个数字来表达真侪物件，像咱顶一集有讲。皇帝继续算命先死的时阵，伊就甲美斗叫讲：你即个9分秋色8分愁，竟有一番风雨在心头。拢有数字伫咧内底，共款还有即个行过30年来行过18关，足侪数字的。这嘛是共款咱即拍伊过来就开始要讲伊的代志啊嘛，讲拄仔拍皇帝啊，所以就听着即个数字的唱词等一来讲伊即个写词的厉害的程度。讲当然讲美夫人问因讲你即支手就好好啊，对无？伊就家己伫遐细念讲，我即支手一不贪二不沾，三不透四不抢。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虽然袂晓描龙画凤，却会晓写吟寿文章。想袂到今仔日竟然犯下10恶之罪，我劳力何用啊！你看头前讲一不贪二不沾，咱有当时卖讲担啦，有当时咱习惯讲你迄个杯啊。咱卖干杯啦，担一个就好啊，担一个就好啊，沾一下啦，其实沾一下，但是加买使念做沾，念做沾，念做沾，拢有有人安尼讲，无共款的所在讲法无共。一不偷二不沾，三不偷一不贪二不沾，三不偷四不抢，智能三四拢有啊。我来讲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袂晓伊讲想袂到今日竟然犯下10恶之罪，非常非常侪数字伫咧内底。我讲煞你就甲即个管家叫伊讲，你甲我手甲我剁落来，管家惊一个讲，那敢做了即个代志，因某嘛好惊一个，伊佫袂煞，伊讲你毋剁，我家己剁，刀啊摕来就要家己手甲剁落来，逐个就赶紧去剁落来，甲刀甲抢走，无爱互伊伊就伫遐提靠，若物要剁手，若物讲要叫人买棺柴转来，讲你拣迄个宝板啊，毋通互我死后佫规身躯负债，真侪有诶无诶。因为无钱啦，莫买遐好。嘿，咱都善食嘛。厝内即个查某囡仔佫较趣味，一开喙甲问讲，老爷啊，迄个算命先生咧。老爷我听一个，惊一个要破打第2遍啦吼。哪壶不提提哪壶咧。无毋对迄时阵，即个时阵就有人来通报啊，就讲。即个朝廷派义林军要来掠老爷咯，我因某听一个惊一条讲，老爷你到底是身犯何罪啊？想讲你熊安尼，咱都明明都是咧清官好官啥那会犯着什么罪？美斗叫遮勉强甲夫人讲啦，讲都正迄个算命先生是真龙天子当今的皇上啦，为夫我拍了皇上，犯了灭族之罪这声说话，夫人听一个差点要昏去。所以就讲为夫大汉已到，在劫难逃啊。夫人就靠讲老爷，你实在是足冤枉诶就开始有一大拍即个江乌调，真有名即个调，江乌调就讲。咱共款是用念的，互大家了解者讲伊唱词确实有厉害。伊讲你一定乌纱带得正，正就是正正当当迄个正。这个正安尼啊。两袖清风守廉明，三餐粗淡佫无虚目，四时拢为国得无赢。五国绝首犹必胜，
六亲不顾小人情，你七窍该通，你实在好用。八面玲珑都学袂成，九成的好人无好报，十恶之罪竟形成。吼，为一算甲十，吼拢有啊。真厉害，看你规段唱咧，就是安尼算出来。唱散了，因两个就踮咧做伙哭啊，啊，所来同我换味道酒啊，哈，味道酒伫电倒头算倒来，吼，伊就是讲，我实在寒窗苦流水，九泉之下目不明，八面风霜严相逼。我七品官灵魂无灵，六口脑油是含冤死，五雷忌魂泣不生。吼，念泣就是即个哭泣。吼，你若要照即个字念做哭泣。吼，泣无生。即个四灾八难尽受尽，我三魂七魄归幽冥。两相泪眼是比相对，一声炮响了战声。伊佫为即个10个算甲1啊，吼，佫算倒来。所以讲，确实因这写即个词，有当时会用一寡较特殊的技巧，除了要表达伊本身的一寡想要讲的话，伊的心情以外，有当时嘛伫来去点一寡伊家己本身的才能、才华啦。嘿啦，就讲你看就是写会出来安尼吼，就是伊才调。嘛确实啦。嘿，确实有即个才调，所以写即款的词安尼。我两个人都继续摸咧哭，哭煞，圣旨甲义林滚倒来啊！就是即个杨国公彭县令亲身来教，甲拄则其实来过一抓嘛，等于皇帝决定要甲即个要处理啊，后面安怎处理？就由即个杨国公亲身来，毋是一般的太监来，就宣读圣旨。意思就是讲，皇帝为着要办即个天鹅宴，要甲天鹅其实就是野鹅啦，伊当然袂使写野鹅，就讲天鹅百只，甲天鹅百只以及即个味道酒一同送进宫，甲送入去宫内。味道酒连头都毋敢举起来啦，彭县令佫讲洛阳关打起头来，老夫就是早起囥你献鹅，比你赶出关嘅彭县令啊！你太无眼珠了！还佫甲做算，甲讲算笑讲，你一日之内赶了1000岁，打了万岁，你是天下第一条的好汉啊！看你甲调工底甲考试啊！嘛是有影咧吼，嘿啦，是无毋对吼。早起伊即段其实赶1000岁，即段其实无演出，本来就无演，但是伫咧进前伫咧翠微宫内底，彭县令有甲即个唐太宗禀报讲，伊有去考抗伊，但是感觉互伊赶出来有讲即件代志，只讲无特别演啦，都无伤长啊。跳过去啦，但是就是有即件代志无毋对吼，所以讲你一日之内赶了1000岁，打了万岁，吼，你是天下第一条的好汉。我就讲咧，甲伊蒙做说蒙考试，想讲反正一定会甲报落来对啦，甲算一个安尼，被送入宫中的味道酒，敢有法度逃出升天？咱歇困一下，咱咪等来。来，欢迎登来。安尼有听到无？有来天高宴。甲就继续，咱拄则讲到讲即个休困进前，咱依然讲休困啦，真大部分拢讲休困。但是你若比如讲我伫市场，逐个拢讲休困。有。你即届即个元宵过后，咱猪肉休几工？伊就一定甲你讲休困，大尾休几工？因为市场拢较侪元素，因使用的语言较保存较侪，对，所以你若想要学台语，别家己行入去市场。对。我讲是一个真趣味的，像市场内底说看是真个趣味的物件啦。你若去市场吼，去等某甲伊开讲，某甲伊问啥吼，会学真济哦。伊话恁会拢捌听过，安尼才是毋是吼？确实是无共款啦。市场内底有会所的生意人，你来跟伊讲吼，会发觉真济的深色的代志。你着经一寡你就是较会信用你的啦，较滋味善目的吼，都会
毋是讲自闭性无一定是好人，但是罔开讲看卖，有当时会熟悉无共款的人真趣味。对啦，你毋好去看人，就已经伫迄个面相无介好，你无去看。还是长无用的，头前拢是人客，你长无用，你家己嘛小注意一下。但伊较无人客时，甲该开讲，嘛是要察言观色一下啦。无错，那有兴趣大使去试看卖。咱拄仔讲到讲即个味道酒，灌了千岁，打了万岁。有够够。趁即个机会顺便甲大家讲一下吼，当时台语内底有一个特性吼，真侪语言拢有一款特性，就是叫做声音，也就是讲，比如讲咱讲即个，我想看卖有啥物款的比如讲咱拄讲千岁，事实上你若看伊的即个拼音的方式，其实正式伊是念做千岁，但是你有发现无？我一般拢讲千岁，但是你若要讲有一个腔口，比如讲咱正常讲台语甲一般讲歌戏腔，我要安怎模仿做迄个歌戏腔即个方式，就是咱会使注意，就是伊的家字会特别清楚。对，即个清楚就是讲我甲声音提掉，比如讲一般咱若一般讲话讲你灌了千岁，打了万岁，但是你若歌戏腔会讲灌了千岁，打了万岁，每一个字的家字拢爱清楚。咱讲百只天鹅，一般咱讲天鹅，但即个时阵若歌戏腔内底咱会讲天鹅。我有感觉，我甲你讲，确实，若要学来讲吼，先去看歌戏，你会足清楚。这是伊正式的家字，但是甲一般咱咧讲话嘛会无啥共款，你慢慢会甲放较松一撮就会使啊。但是伊的歌戏的音会足清的。你毋免看字幕，你就直直要听有。但是你台语会晓啦，台语听得有够啦。咱一般讲话就大概是一款方式，所以真侪声音的方式。但是你歌戏腔，你免咱模仿迄个歌戏腔，啥有当讲话，我譬如讲我用皇帝的身份，用即个彭宪良的身份，你讲话的时阵，差别是啥？要互你知影讲即个腔口差别是啥？就是我的声音会提调，家字会变足明显的。正常你拼音内底，比如讲拄讲天鹅，我即时一定会念天鹅，就是即个家字方式，我会甲伊原本正式的音是安怎念出来，天是后壁的声音，事实上念做天。所以就是像即款的方式，所以小可无共款甲大家补充一下。咱讲朝廷派即个义林军要来甲味道酒甲百只天鹅一同送进宫，就安尼讲，即个场景就来到了翠微宫，咱进前一开始开场就是翠微宫，最后结局嘛是伫翠微宫。咱就看到即个皇帝甲杨淑妃，还有即个朝廷文武百官、外国使臣做伙要来享用天鹅宴。那皇帝当然就讲足好听，讲请众臣一同品尝此中风味。就是讲大家食看卖有好食无？天鹅肉大家拢毋捌食过。佫问大家讲，袂知这天鹅肉滋味如何啊？条个问，大家主人拢一定顺伊的话尾讲，就主人大家拢讲美味可口啊，就是安尼讲。顺着毛说啊，就是电话，就是咱的即个。咱讲抑扬顿挫，歌戏腔即个起落腔口起落较明显，甲一般人讲话都无，比如一般人讲美味可口，但是这时阵就讲美味可口啊，这个腔小可无共款。皇帝讲问讲鲜论如何？有好食无？即个肉一啥款啊咧？众神就讲因讲鲜论非常啊，这论甲大家提醒一下，这论是嫩。很这个稚嫩的嫩，甲咱油啦，真油，迄个感觉肉真油，可能真少年的，讲鸡卵鸡甲细食迄个感觉但事实上，这个音电台大家误会啦，想讲有另外一款拢讲物件夹无啥会叮当迄足润的，就叫润的。那其实以江 Q 来讲，江 Q 的习惯来讲，足润的。但是大家习惯。油袂行。讲这肉只老安尼讲甲你爆手灵甜。无错，即牛肉食起来，只老敢若夹皮下。我毋捌听人讲夹皮下。我甲你讲，确实有发生过，就是我较早即个大学的时阵，学校有一个老师伊就是甲一寡其他无共学校有交流，交流就讲阮学校内底有一间即个西餐厅卖牛排，伊牛排上大特色啥，就是食起来敢若皮下共款，甜酷酷食袂落。所有的这交流的老师拢讲有机会就想要来食看卖，想要体验看卖，讲加起来敢若皮下即个牛排是啥物感觉？敢若树林糖咧扭袂行，树林糖佫小可有即个弹性，但是扭袂开啊。但是伊这皮下佫较甜，所以大家都做好奇，都想要来食。安尼特色变成安尼，咱就无讲甲一间啊啦，迄间敢若倒啊啦。反正就是讲即个咱都讲论。
吼，润有两款讲法，一般讲润或者润，吼，我当即讲的是润，吼，就是加袂叮当，有袂叮当，吼，念作润或者念作润。伤 Q 啦，佫会当讲话 Q 是啊，佫小可好听一丝啊，Q 较好听一丝啊。那一般来讲，那但是若是讲用即个稚嫩的嫩、鲜嫩的嫩，就是伊台语念作润，吼，只是讲咱真少安尼用即个词啦，或者是较文言的用的使用的方式。一般咱可能就讲就嫩诶，或者肉质真嫩，吼，肉质真伊咱听讲真软。但是较袂讲鲜润啦，吼，较少安尼讲，吼，这是文言的念的方式。另外嘛，甲大家润毋是润咯，无差一丝丝音哦，那是咱若讲加袂叮当，迄就是有润嘛有润，吼但是那伊咱讲鲜嫩的嫩，吼，这个字是因为是文言的念法，就跟咱念做润，袂念做润，有这个差别。另外甲大家提醒者，我毋知其他所在有即款讲法无，吼，但是宜兰尤其总铺。定定总铺师定定用到即个词，或者软蹭。我查无伊的词，我查无伊字安怎写啦。真好食，真油嫩啦，真油嫩。咱定定讲即个物件小新者，小掠一个，吼，啊小处理过，吼，食起来才会软蹭。咕溜咕溜。软蹭就是小可有点滑顺，骨骨啦，吼，啊肉一个较软的感觉，吼，比如讲咱有即个讲话有说抓烟嘛，我毋知抓烟台语有用词无？小掠，我感觉我讲小掠一个安尼尔。肉肉诶，会掺一撮粉啊，吼，掺一撮米酒，肉肉诶，或者是啊，你甲抓一抓，肉肉诶，你落去炒，吼，就会较软蹭，较好食，软蹭就是互肉质，互肉质变软变较骨一撮，吼，一个口感小可骨骨，因为你掺一撮粉啊，面粉啊，还是太白粉安尼吼，我捌做。譬如讲，我家己咧做左宗棠鸡，做即款料理的时候，我嘛会做用即个方式，互伊食起来较软脆，吼，叫做软脆。但是我真正毋知伊的本身的即个有汉字无，吼，因为咱会安尼讲，但是我嘛敢若听过宜兰人安尼讲，所以我毋知影。那有其他县市的朋友听着。想讲你嘛有即款讲法，会使甲我分享，是讲你从来捌听过，吼，甲我讲你是搭一县市，毋捌听过是捌听过安尼。咱讲掠抓一抓，话来讲戳戳的，戳戳的嘛会使，吼掠的戳戳的拢会使。意思讲，无毋对吼，咱讲咱天国人本身吼，逐个都因为即个皇帝进门，逐个都拢拼命伫遐抱啊，抱踏踏，迄个抱吼就是扶啦，吼抱踏踏。拍马屁啊！就讲这天国人吼，偌厉害拄偌厉害安尼。邦显灵又佮趁即个机会要来出骹手啊！老狐狸就是无讲伊想要甲即个味道救斗相共嘛吼，伊就挑工伫逐个面头前甲皇帝讲：今日天鹅盛宴，手讲动腿洛阳关，吼，就是讲这就是一定洛阳关令的斗相共嘛。种人嘛毋知影讲发生什么代志，吼，都逐个拢家己大主大接话尾啦，想讲人即个老国公就安尼讲啊，咱一定要接即个话。你讲有人就讲：哎呀，陛下，连版主天鹅宴驾一定是难得的记载啊！大家都继续都接落去讲，你知影？就讲我拢大家想要看即个难得的记载，陛下以为如何啊？就是我大家都想要见识一个吼，即个遮厉害的即个人，吼都办即个天鹅宴，遮厉害吼，看会使请伊出来，甲大家见一面咯，大家交陪一个咧。我帮迄人就看讲伊的目的有达到伊的目的啊！伊要爱的情形啦，网啊压落嘛，即个鱼啊入来啊，该收网啊！吼，伊就甲挑工甲皇帝禀奏，伊就讲味道酒已经在江门好记，佫细声甲讲，佫加讲一句讲，连棺茶都准备好。我知讲伊个惊到要死啊！伊个知影讲味道酒，我那真烦恼。因为小辉吼嘛，讲逐个都要见吼，就甲皇帝讲，逐个都想要见，即个记载进宫嘛，吼，等下讲你就甲叫一摆嘛，吼。唐太宗就看因逐个安尼，你一句我一句，一句来一句去，心内想讲，安尼伊是足毋甘的啦，讲实在，真毋甘愿，一将如雷，夹在我内心深处。即个神傲君王是世间无，吼，由于国法欺君之罪是不能宽恕，偏偏伊此时被称为贤神，佫种秀强一术，大家拢甲学咯，晓吗？吼，今如今我是天朝该妃，受辱众义父，我只好将阮石来当作明珠啊！左右为难。你讲袂听，咱电哭哭，敢石头共款，打说大家都甲学咯，安尼嘛无多，不得已好啦，只好宣伊进宫，就安尼叫伊一摆。味道酒是惊到要死啦，可能行路就直直要惊到袂叮当安尼。伊遮嘛有一段正古锥吼，会去见皇上，当然都爱讲话吼，就讲。
参见即个八下万岁娘娘千秋吼，话是拄讲煞尔，边仔即个外国使臣就想讲啊，这一定是皇帝足欣赏的代志，吼，宣伊进宫安尼，吼，随着讲一寡好听话，吼，讲哇，你看，讲伊什物天庭八万下国方圆，吼，下国就下颚，吼，下国方圆。即个眉清眼秀面似风流，真是笔文不如一见啊！学甲一表人才就对。即个彭贤玲吼，佮调工去甲杀一个，佮甲人一个。嘿，讲调工过去甲即个洛阳关，即个味道去讲洛阳关，你闭眼有功，老夫敬你一杯。调工过甲敬酒呢，足够甲哭就对了。嘿，即个味道酒吼，心魂未定，惊到要死安尼。我一直伫看家己迄个手，甲皇帝伸的即个手是恶不下之罪手。安那才好。哎，啊，带一个，吼，佮他细念讲，我即个手，我即个手安尼。啊，杨淑妃就行来，甲问讲，未卿家为何你的手哪会带无停啊？甲问，啊，伊就伫压关关吼，就讲啊，我即个手就哒，啊，未讲煞，那皇帝手一行过来，手甲抓咧吼，你即个手啊，气甲要死。啊，所有代志伊除了彭贤玲以外，其他大家拢毋知影讲有拍皇帝即件代志，大家就好奇讲，安那雄甲即个大臣的手抓着，大家是安那，吼，啊想着讲，皇帝到底抓伊只手要创啥嘛？这个皇帝吼，佫袂使讲出来，讲袂出嘴，这袂使吼，所以只好吞落去。讲这个手真是威风十足，天下难寻嘛，就个系开安尼吼。大家个如果顺这个太宗的话尾啦，才袂讲哎呀，天生一副仙人掌，芳良福好世无双。就佫甲学落干尼讲这个手哦，这皇帝听起来一定足长耳的。佫讲伊仙人掌佫要芳良福好，这就调工的啦，都是编剧伫写这个书的时阵，伫书内底调工伫考试皇帝安尼。那这时阵。杨淑妃就提议讲啊，有酒无诗尚欠风雅，或者是咱吟诗作对啊，搭配这个酒啦，天鹅宴啊，那是上拄好上水哈。不如就互大家以这个天鹅为题来吟诗作对，互大家来作对一下哈。皇帝想讲，哎，有道理，就叫这个现场咱除了皇帝甲杨淑妃以外，地位上悬的就是杨国公彭贤玲，叫伊领头起句，伊来优先先来讲。大概就接一句安尼，我就讲平时不过一回琴，就是平常时天顶飞鸟安尼，金色曲成戏世珍，兰陵改得君王意，杀心不朽已成人。当时这个洛阳都督为得安嘛在场，差点嘛互抬头佫叫倒来迄个，因为毕竟是东都主人，歹势伫咧大臣要来进前甲抬头，伊就假搞。这四句人讲煞了，伊就佮接一句讲：千峰必价难保得啊！这就毋对啊，因为你打霸价天鹅，你甲我讲千峰必价难保得，这就奇怪。杨淑妃顶边互皇上审一个对无？迄时阵已经感觉讲啊，当时为得咱害的啊，所以这个时阵一定爱偷倒倒来，伊就甲这个为得咱讲，你讲千峰必价难保得。为什么人洛阳关就随手可得啊？袂晓念经，就莫甲人做伙想，会当咱甲念。这为得安确实真正是有白目，伊就伫遐讲猛讲生笑讲啊，神一向虔诚佛教啊，大家都无插伊啊。彭贤玲就做球要互即个味道酒，但问讲，你哪会偷咧咧，拢无讲话咧？即个味道酒，家己伫遐踹。伊一直拢安尼心神不宁啦。一直想讲啊，犯到即个十恶不赦之罪啊！根本都嘛毋知发生什么代志啦。伊就讲这野狗，大家就众人是听讲哈，是啥人会出现野狗即个事安尼？彭贤玲就紧来甲动落来，伊讲。今仔日是天鹅宴，当以天鹅为题，你毋通将文章做离题，动心失调啊！就讲可能会抬头啦，爱抬头哦，讲话较细，甲提醒讲你毋通凊彩黑白乱讲，你若皇帝无面子，你就出代志咯。所以甲味道叫安尼行一个，硬补出一句话讲，野鹅无有天鹅精啊！意思是讲，即个天鹅是真稀罕的物件，自然毋是一般野鹅通啊比。大家都讲哎呀，真好嘛吼，伊就要惊卖抬头的款所以大家都讲哎呀做得好啊，真厉害。杨淑妃佫
甲彭贤良这时阵就替即个米道九讲一寡好话，吼，甲皇帝讲一下，讲即个米道九德才兼备，为官清廉，忠君爱民，个即个献娥闭眼，劳心尽力，力当重用，吼，就是讲遮辛苦，而且一直甲提醒讲，伊是其实是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啦，嘿，一直甲提醒讲，你无可以甲伊计较即个物件有啥都无计较，你圣皇帝是一个吼，皇帝想讲，知影讲伊嘛是为着对皇上忠心，则颠倒会去拍着皇上嘛，吼，伊本来毋知影，想讲伊毋知伊是皇帝，这一将之分，我请入来，万斤雷霆尽化解，我是人君，当有好气概，则显得出气吞山河的大胸怀，吼，就讲因为唐太宗是一个明理的君王，唐太宗一直拢是以身为明君自己，就是要互大家知影讲，我是一个咱讲贞观之治，真明理的皇帝，尽量无要用刑法，尽量鼓励大家做好事，我是一个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的皇帝，毋是迄落暴君，人讲我无欢喜就共抬头，毋是即款的，一直要想要做即款的皇上，嘛等于甲你安慰自己啦，无伊讲要掠讲位啊，真气啦，我现在那个甲你讲一下，最后甲即个米道九提拔来做即个洛阳都督，嘛算讲是因祸得福啦，就是个米道九等到升官，当然即时阵杨淑妃就要来报即个韦德安的鸟鼠啊湾，台南叫做鸟鼠啊湾，有诶所在念鼠，有诶所在念厝，咱因为厝是较我全腔，咱讲鸟鼠啊湾。伊甲皇帝讲，陛下既然想法分明，也应该杀以警别啊！意思讲有人爱出代志啊啦，无怪人嘛是爱处理。皇帝嘛同意啊，伊就讲为卿家定方在文理倾行佛教，主动良才处用，命你教在白马寺剃度出家，望你尽绝命理，清心寡欲，早成正果。就是好，我饶你一命啦，算讲是饶你一命。但是你嘛免想讲好通做官，叫伊去白马寺剃度出家，你就一世人做和尚。你嘛免想讲要什么结婚生囝拢免啊，就处罚你，就是讲你就去遐做和尚。爱听法啦，嘿啦，当然毋是讲出家人拢是受到天罚啦，有诶人这是个人信用，只是讲伫遮伊是因为讲即个官咧袂使，甲送去遐安尼。即个话还袂讲煞，米道九等到伫边仔就想讲我即个官就生得无光彩咧，惊讲阮祖先在天之灵会看我无，会无会生气啦，因为毕竟我是用即个野鹅来代替天鹅的嘛，虽然毋是我愿意啦，但总讲是是我做的嘛。想讲我是良早转咱故乡来卖臭豆腐较好啦，较有影啦即个拄要去甲皇上禀报，皇上就讲类似，就叫即个类似来，就讲素味很轻，过降一支以受闭眼之功，因为毋是讲你有通啊食你即摆都有通啊食这是皇帝特别输互你食有即个5种，迄个条讲送你一支5种，5种拢会使，互你心肝永远不安。对，你知影我记条条，即个米道九就伫遐来去想讲这心内想讲我献皇上一个奖，皇上赐我1-5种，奖这一种拍伫乾坤倒转，这种险遭灭门何用？这种伊阁送我清魂直香，这种互人糊涂醉香，伊为着这一种安尼，不过安尼已经不袂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你知道？心肝真袂安宁。想讲嘛是毋通啦，今日也是时光较实在，都提起勇气要去甲即个皇上时光。喙一开，就讲陛下我了，即个话还袂讲煞，皇帝边仔迄个5种就甲摕来，规矩甲踢落去，米道九迄喙孔内，意思就讲你踮去配合就对啊。就大家就笑伊讲出来教一支5种，就是故事就甲遮来结束啊。嘛算讲是喜剧收场啦，当然你以后的官场可能规工拢爱带咧等啊。毕竟你献皇帝一个，这个毋是遮简单好解决的，这个好汉。就只好靠伊家己看法度，甲代志做好，皇帝较袂遐生气无。这就是这规个故事啦。咱讲天鹅宴到即届总共第7集，
咱即个做一个足长诶，即个总算甲讲结束咯。嘿，无毋对吼，即个天后园的故事其实真非常趣味啦，嘛希望讲大家会使对即个故事若讲有兴趣，会使自头到尾甲听好完吼，因为即个故事内底有非常会使解说，会使互大家了解诶物件，真趣味啦，真好看。对，除了互大家了解故事，其实主要是真济内底想要补充互大家知影诶代志。当然，咱想要直接即收尾啊，我无讲较济故事吼，可能有诶物件我会毋是无讲较济补充啦吼，有诶物件我可能会放伫网络顶互大家看吼，但主要就是讲伫故事互大家知影一个即个收尾。但是毋管我讲偌长，共款提醒大家亲身，若有演出诶时阵，亲身去看，看这现场加真趣味，真正是完全无共款。而且你以后伫看即出时，内底真济细节，你就知影讲，伊这珍贵伫倒位，伊即个书写得好伫倒位。这有时看一遍两遍袂使咯，他继续看一两遍，还佫无够，所以伊迄新诶旧诶吼，迄落电视重播无共版本就无共版本诶趣味。迄人无共诶嘛是共款，迄个就趣味啦。无共人演其实都有无共款诶气氛，无共款诶腔口，无共款讲话诶方式，所以互大家了解即个。这就是咱这一集诶，即个天后园诶故事，互大家最后甲大家做一个结尾吼。所以咱后壁慢慢就佫恢复着咱家己诶即个宜兰，包括宜兰啊，包括全台湾在地一寡地方诶历史故事，一寡风俗民情，或者是咱过去常常讲诶即个。台湾在地妖怪、鬼怪，或者其实拢是台湾真重要的文化。你看日本伫这方面足厉害，慢慢甲建立起来。OK。毋知影大家对即边的故事有啥物款的想法咧？这一集的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即个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留话互我，或者是你收听的平台是即个 Apple Podcast 还是 Spotify，嘛希望你会使留下5粒星的即个分数，互阮一寡鼓励。若是希望讲互阮佫较大诶鼓励嘛，拢欢迎你点下说明栏位内底即个赞助诶连结，会使请阮啉一杯咖啡，啉一杯烧茶，你可能啉烧茶较济啦。拢可以，拢可以。乌鸡蛋糕，乌鸡蛋糕这是我个人介意，对吧？拢好。因为前几工去一间店吼，足久我去差不多2档以上啊，因为疫情了都毋捌佫去过。我迄工去，你看伊迄卖迄个鸡蛋糕诶所在，伊看着我尔甲讲，今日无乌年诶，我想。我佫挂喙暗我无摕落来哦。我想你哪会知影我想要找乌年诶？伊佫报就讲，我佫会记你。你恐怖诶！你食甲即型诶哟？我其实迄间店敢去过2遍至3遍。为什么？而且我拢无介意内底人讲过话哦，我拢是家己去做家己诶代志，所以就点好物件我就去楼顶坐啊。安尼是啥物情形？佫会记你，你看我迄工佫挂喙暗，之前其实无挂喙暗。安尼，伊即个人是记伫爱有印象诶款。你都去2届呢？我逐届去拢会点乌年。是无毋对嘛？应该不止你点乌年呢。我嘛毋知，反正就是安尼吼。安尼是伊头脑太好咯。所以若有要赞助我食即个乌年诶鸡蛋糕，欢迎你点下咧说明栏位连结吼。那另外嘛会当到 Instagram 嘛是 Facebook 查出亚特聊天来甲我互动。顶悬诶有佫较济咱诶即个伫 Podcast 内底无法度讲到诶内容哦，所以嘛互大家了解一下。咱今日就到这咯，拜拜。拜拜，谢谢你。好，来咱的小彩蛋。好，你要叫我，我先讲一个吼。你若有听到，我先补充一下，你若有听到这段吼，就是代表讲你无听到拜拜，你就甲关掉啊。这是另外送互大家这个雪红子的小礼物，小礼物，要送互大家。这个原因是安尼啦，因为咱有一个88岁的妈妈吼，甲咱听，我就感觉我足欢喜的，有遮尔侪岁，佫会晓听这广播吼。我感觉真赞吼，心内嘛真介意安尼吼。迄顶边啊，拄1-2礼拜前，我甲伊讲，我伫头学一条歌，人的歌唱班的吼，所以我就是讲，好，我等下有。我有讲过啦，因为咱迄工有伫讨论讲，伊即个做歌做事，即个悄的即个吼，我讲者我再来唱，无人会听无啊。伊头仔会2句话，我先讲，我唱拍半啦吼。头仔话就讲 Osaka，咱悄悄的
天分会做吼。我先讲即句安怎，我着甲伊讲互人了解，伊即个就是讲酒，咱悄悄诶天分会做。哦，安尼我讲即个说明啊，我若唱你着听有吼，唱好甲歹吼，大家多多包涵啦吼。啊，我即摆佫想着讲唱歌即件代志，好算伫倒。以早阮阿母较好，哈，你这是你骂人吧？无啦，我讲阮阿母较好，我毋是骂人啦。人骂人是讲恁，毋是阮吼。阮阿母以早有一底站，差不多要80岁时，有一底站伫我遮住暂时啦。啊，伊迄阵阵身体有比较无遐舒适着有影。啊，不过嘛是真古锥啊！我着有浪芳诶时阵啦吼，有时间诶时吼，浪时浪芳诶时啦吼，我着讲啊，你啊坐，我唱歌互你听，毋过你啊甲我拍谱啊吼，正手拍倒手，啊倒手拍正手，我用意是要互伊活动。吼，咱普通老岁人坐咧是点点，无着会倒久吼。啊，我是希望伊多活动，咱会促进伊诶血液循环较好。我用意是安尼。啊，阮阿母嘛真古锥，我真是我唱，伊就甲拍。捌到尾我唱一首歌，唱完来是，你知影我甲看伊手拍甲红光光，哦，偌古锥煞，你佫我也拍大腿。我讲哦，你手拍完，无你嘛拍大腿，嘿，安尼啪啪啪，啊，真是他伊着活动精神较好安尼啦吼。好，安尼讲真济，要唱一条歌，讲啊济歹势吼。来，我先唱看觅者，因为你有遮济回，我足欢喜诶啦，佫会当甲恁听即个广播安尼吼。我先掠一个音看觅。哦，撒客，咱悄悄诶添白做，啉干杯，啊，知己诶来做伙。破心肝小天，世间无几个。今夜咱欢喜来敬一杯，吹断皮的朋友遐尼多，斗三工要拍火无地找。心内话，若轻讲的无几个，你我是真心的交陪。啊，敬你啊一杯，咱有缘做伙。啊，兄弟的情分是无人会当摕。来来来，悬悬。来捧起酒杯，祝福人感情一世。希望这个妈妈会当听到，索隆唱歌互你听哦。